今日嚟到元朗，就試個任食啊，街邊大排檔啊，140蚊啫，只需要，冇睇錯啊，冇聽錯，84蚊雞煲，跟住就嗰啲配料任食，嘢飲任飲啊！飲品有啤酒、斯威、比力呢啲先好爽啦。芫茜超多啊！買雞咧都唔少啊，2個人嘅咋我哋。相當多。俾啲嘢我睇啊！第一彎嗌住10盤先啊，因為佢最多都係嗌10盤嘅啫。其後嗱，第2彎嗌咗油麥菜新鮮，再嗌多彎水柚啦，牛排。